基佬，你是要去超市呢？哎哟，超市足近的，你会当骑铁马去啊？哎哟，我是讲骑铁马，唔是骑马啊啦！你敢知影啥物会是骑铁马？各位囡仔兄囡仔姊，恁感觉铁马是一个，还是一个？答案是一个。其实啦，铁马有人讲是脚踏车，嘛有人讲是空明车，不管你讲倒一个，拢是同款的物件哦。哦，各位囡仔兄囡仔姊，恁敢有看到台基佬这个吹油门的动作？无唔对，吹油门就是乌倒摆。不管啊，咱是咧坐乌倒摆，还是骑铁马，拢爱记你注安全帽，保护你的头壳哦。安尼大家敢学会晓啊？感谢大家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开车着看到真欢喜，大家来骑骑马。